咱和顺转运站嘛，总共有12个公车的月台，除了会当坐车以外，咱内底嘛有真大的空间，以后会有便利商店，还有个会当食物的，2楼即马嘛咧规划咧做餐厅，所以讲唔但是一个坐车的所在，也是一个生活上会当来消费，会当来一个休闲娱乐的所在。第一个是我们有自己的专属的停车场可以休息，然后第二是我们这边是也有比较干净的厕所，可以让我们去做休息，然后旁边部分也有一些吃的，也可以让我们去做购买。然后的话，我们是可以解决我们的休息跟我们的上厕所，也可以也解决我们的那个饮食的部分。内底有足侪公车的路线，会当连接到咱安南区本地，嘛会当去到永康区，嘛会当到市区，甚至连县化，咱会当来做一个转运。比如讲，咱的市区的公车5号的公车，特别按原来行驶到延航，就甲延长到咱和顺转运站。咱嘛有新的905号的厝边公车，厝边公车就是咱会当行驶。伫咱即个安南区的旧部落内底，路草较细条的所在，咱就用即个9人座的车辆来行驶。所以按这个部落，再来和顺转运站，会当来转其他的公车来去市区。是开5号路线，他们说现在有多了5号路线之后，他们反而去市区的路线反而更多元了，不会像说以前单单是可能只有18号或者是20号而已。对，因为我们5号路线跟的蛮多的，是有到新光三医院，也有到私立医院，也有到成大医院，然后也有到台南棒球场，反而让安南区他们乘客一直说有蛮多的路线可以达成的。特别是安南区，除了幅员广大，那我们的人口也是目前台湾市增加成长率最快的一个行政区。相对的呢，交通整个一个运输对安南区来讲也特别的重要，所以和顺转运站在这里呢。未来可以帮忙我们整个一个亚太棒球场来观看比赛的一些球迷也好，游客也好，或是说甚至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这些游客都有相当大的帮助，也可以未来带动我们整个安南区，特别在亚太棒球场周围这边的经济发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以及安南区的朋友们共同迎接和顺转运站的完成。这个地方，总共历经了3年。为什么历经3年呢？因为中间经过疫情，还有原物料大涨，总预算是这个1.6亿，中央政府补助8000万，所以感谢中央立法院的支持。地方政府的8000万也感谢议会的协助，能够让我们垫付款能够完成。这个地方会变成安南区一个重要的交通扶轴带，也就是说，安南区面积很大，很多这个公共大众运输的公车路线呢，或者是从国道下来的路线能够在这个和顺转运站得到一个接驳。你也可以看到，从这里看得到我们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园区，总共2个成棒主副球场，2个少棒主副球场。许多赛事在进行的时候，和顺转运站就变成一个接驳车或者是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很重要的一个点。因此呢，和顺转运站的新建现在完成，正当其时，可以承接安南区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也希望说，这将来发挥作用，对于促进安南区的繁荣进步有很大的帮助跟注意。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26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先来看议会市政总质询。议员蔡秋兰关心大台南站文地区的发展，除了争取嘉义、甲西港公园的设施改善以外，针对海水淡化厂的回馈，议员也替在地里民来发声。因为当地欠缺里民自会场所，所以希望争取活动中心。对此，市长嘛回应，会伫行政会议要求水利署爱做回馈。议员蔡秋兰表示，台南市37区因为南科的发展，西港区的人口数成长快速，
目前已经超过合格有25000人，但入美化休闲空地却真少。目前只有中央公园，原先中央有意思要来规划做社会主体，不过议员认为应该来看需求，希望会用增设亲子的游戏场，提高公园的使用率。市长，你甲俺看一下，这就是咱西港的中央公园啦，吼。伫个去年内政部咱吴金修有下来过，又过来，佮含咱的立委有来看，讲要甲这个公园的后壁后面要有建设，要做社会住宅，你看敢有合？市长？社会住宅要看需要的。如果现在目前为止没有这样子的情形，就先把它放在后面。如果说中央也跟地方共同觉得也需要，那再来考虑。对啊。你这个物件看的吼，我感觉讲公社，唔知你迄个，像咱伊这个物件第一线公社，逐工伊喺伫公社附近啊尔。对啊。伊若袂当看到讲里长甲里长联系，讲啊，只有流浪犬足济，啊，只有迄个光线足暗的，哦啊，游具嘛无够，伊拢袂欢迎啊。对啊，市长，你都了解西港区嘛？它就一个小小的地方，那么绿地，啊，都要做中央公园，嘿，对对对，啊，你看我讲地方无爱去用迄个社宅吼，咱无需要伫迄公牺牲迄个公。应该都不用了啦，市长。议员除了关心公园的照明，甲着游乐设施，另外伫个海水淡化厂嘉义地区，将来设自来水的受水池部分，虽然该案之前捌开过说明会。因为该里无活动中心，甲着一会场所，因此议员嘛附带，希望能够争取地方的回馈，包括周边的立美化、活动中心等，会用来纳入考量。对此，市长黄伟天嘛承诺，会伫个议会会期结束，到行政院议会来要求水利署，希望会用回馈来兴建。台南新闻林跟张硕伟采访报道。这阵议员柯志春的市政总咨询关心的焦点，大部分拢是放伫个北区，包括成功国小、港町拖沙、北区区公所的后境迁移，以及铁路地下化以后，车站专用区的开发，是不是保留转运的空间，拢一一提出来，甲市府做探讨。台南市铁路地下化的工程，预计明年底就会用来地下通车。议员柯志春一方面关心地下化以后顶面绿园道的规划，另外伫个车站的专用开发，是毋是有保留转运的空间，以及未来北区转运站是毋是要来拆除顶，一一提出甲交通局来探讨。交通的这样的一个捷运或转运站会不会拆掉？谢谢议长好，我想有关我们那个公园路的那个公园南路那个转运站啊，当然它是一个公园用地上的临时使用。那未来铁路地下化之后的这个台铁的这个车站专用区的开发里面，在都市计划的回馈里面是有一个转运设施的空间需要回馈给我们。那当然长期而言，我们希望把这个国道的转运站应该要移到那边，那未来跟铁路的转乘才会比较方便。那就是确定现在北区的转运站是过渡时期的临时转运站，是，那是一个公用地上的临时。好，那你再看回来火车站，是在都市计划里面，它的土地取得，你刚刚提到的，我们的转运站土地取得已经有规划在进去了。是，好，那停车问题呢？也在里面。有规划停车场吗？有。那停车场是平面还是立体还是地下室？看未来台铁公司的整个车站专用区的它必须要送开发计划跟送交通影响评估。除了北区转运站的拆迁，另外有关北区公所甲着后境的迁移，议员嘛关心迁移以后原地使用情形，一种是留做北区卫生所。另外是卫生所嘛迁到新的区政大楼，因为牵涉到停车空间的部分，对此议员嘛希望卫生局要来好好规划。台南新闻林跟张硕伟采访报道。智慧机器人产业自乐正式徛卡伫柳营科学园区3期，预计将会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同时吸引上下游为青工厂进驻。议员王宣茂除了表达肯定，嘛指出，因为柳科周边部分的地区目前被规划作农业发展区第一类，
所以伊建议伫土地分区方面，应该爱超前规划。连续顶一会期，议员王宣茂关心着柳营科学园区，因为过去一二期的开发，遇到环保的问题，一直甲地方的相处毋是真好。现在确定智慧机器人产业聚落将选伫个柳营科学园区的3期开发，未来产业的进驻将带动3000个就业的机会。议员建议，中央甲地方应该要提前来规划。我们的产业进驻之后，当然会带来的刚刚所说的3000人的就业。那人口的进驻之后会带来什么？假设食衣住行，我们的以这个数据来看，3000人的话，假设他们一天吃3餐，大概一个月至少就有这么多伙食费。我简单跟您报告。好，您讲的这是很重要的，但就是说为什么柳科1期、2期跟地方上相处不融洽，主要原因是它的环保园区。是环保园区它带来的这个所谓的地方上的一个难闻的气味或什么，造成地方长久以来居民也好、里长也好、议员也好，大家都受到很大的，他会觉得很不好。那如果是机器人园区或者是 AI 机器人园区能够进驻的话，它就会大幅扭转那个柳科3期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不是朝向一个所谓的环保或是污染的整治的这个方向，而是朝向一个未来高科技的方向的这样一个想象。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从这里来讲，从这个想象往下，才有所谓的这个就业的增加、交通的改善、地区的繁荣，这些东西都希望能够因为这样而带来。对此，市府对经发局、和都发局拢等下来。经发局表示，柳科3期目前整边的有87公顷，其中52公顷作为实厂的用地。至于都发局，嘛检讨新营甲着白河交流道附近的工业区用地。面对柳营转向智慧机器人产业聚落，议员嘛呼吁要一并来检讨周边土地，避限制传统农业的思维，提前应用，避免错失未来10档产业的发展黄金期。台南新闻林跟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文化资产审议会决议，南山公墓无被登录文化景观以后，地方的期盼会当整体开发，但是市府也无具体计划。曾经参选台南市长的会计府内底林美芳，26号就召开记者会，主张应该马上启动南山公墓的整体开发，转型为科技夜市、双流新城，让南区会当大变新。台南市南区南山公墓有103公顷的土地，将该区一大半的土地无法度有效开发。日前决议南山公墓无登录做文化景观了后，应该安怎活化地方拢咧期盼。对此，会计府内底林义峰26号召开记者会，讲出伊的想法。是103家全部来活用，佮有45公顷的家啦，45家佮来规划做大巨蛋。这个规划落去咧，就是讲，咱毋是单要影响台南市尔，咱是要全世界知影讲。咱遮有会计府内地建设拿道当中，除了大巨卵，也佮根据着都市计划变更使用分区，整体规划 AI 数位产业科技基地、擂泰国观光夜市等等，甚至开发商业城、兴建观光旅馆、打造观光胜地，吸引各地人潮甲国际观光客，增加收益以外，也佮有食头路的机会。互台南经济发展起来，互咱的台南市的市民去参考。咱这规划是正界，伊较有法度活络南区，活络南区，会当变一个生理的商场，会当国际去拍开讲，这个所在真正做落的，会当甲高雄、台中、台北去比较。林义峰讲，南山公墓一讲无动，南区建设就会卡条，希望这份蓝图会当互市民参考。不过，互问到想要搁出来参选台南市长吗？目前无做这个考虑。台南新闻收派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
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工艺师郭金忠导入融合了木雕、漆艺甲宗教仪式的整合艺术，已经有48档。第60回这个时刻，台湾工艺研发中心特别规划来到台南文化中心举办个展，展出100年来70多件精彩作品，为传统到现代，甚至是融合创作，邀请民众前往参观。郭金忠对12岁的拜师学艺48档来创作拢无中断，除了协助武术，更是无形文化资产当中传统工艺整补艺术，甲新名纸模相认证的工艺家。伊伫60岁甲主年选择回到伊首次办个展的台南，展出伊6年来创作，嘛互大家大开眼界。台南是我第一次办个展的地方，所以说在我60岁的甲子年，也希望说做一个甲子里面也是做一个 ending， 把这一档展览也带来更精彩、更丰富的展览，带来这个原始的地方，如何把传统做成创新的作品，然后又把装佛的工艺转换为现代的创作，这些都是我在这次的展品里面值得大家去深深的去体验，然后去观赏的。担任展览策划台湾工艺研发中心主任柯景修伫开展头一天，到场小解郭金忠对传统到现代雕塑的经典作品。会中台南市文化局嘛赞叹传统工艺功力，邀请大家对5月23到6月8号来到文化中心第一艺廊欣赏。柯景忠先生他的这个创作40几年来呢，他已经一直在转型，所以呢，这次我们看到在文化中心的这个展出，他有他很擅长的神像，那也有他创意的神像。那么更可贵的是，他做了很多当代，甚至不同思考的那个创作，年轻朋友也想象不到的这个创业的创作呢，它都展现出来。那一般神像我们看的都是褐色的，或者是再加上粉彩的那个装饰。可是呢，我们柯景忠先生这次他用不同的颜色，比如说这个作品是神像，是佛像，那不是褐色的，是整个白色的。那让人家看到另外的一种庄严。台南是跟彰化都是过去早期移民来的一个港口哈，所以这种传统技艺的一个落地，其实也展现了每个地方不同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样貌。那柯老师这一次可以到我们台南来进行这一次的一个展览，我想也是带给我们台南市的传统工艺界一个好好交流、一个切磋的一个机会。虽然传统工艺传承一直拄着困难，不过台湾工艺研发中心嘛呼吁愿意投入保存文化资产的优质，会当找国家级工艺师来学习，相信会有无同款的成就。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5日节将要来到安平区平安里甲石门社区做伙举办拔肉粽比赛，同时开出700粒的肉粽甲里民分享。现场由平安里长蔡丹阿丽来传授拔肉粽的撇步，而且伊所拔的肉粽，听讲是热清德总统上介爱的。当时间开始，里民赶紧摕起粽叶拔肉粽。这是安平区平安里所发起的拔肉粽比赛，以粽的角度、美观和完整度作为评分标准。体验组是侪无拔过粽的里民参与体验，由侪拄家老师现场教学。立委林俊宪嘛到现场请到卫师群来体验拔粽。好玩啦然后同时可以有非常有意义，自己做的粽子一定会特别好吃啦。安平上高组的里长蔡丹阿丽除了伫现场传授拔肉粽的撇步，嘛准备700粒肉粽供里民分享。今年的食材逐项拢起价，也阁坚持用料袂手软。较好每一粒粽拢是在地好滋味。我这个年我就想讲，我会当就是来教遮少年的，互大家会晓遮。咱若有时家己要拔，咱就会当拔寡互囡仔食，还是讲互咱厝边头尾安尼。有白肉跟熟肉，3层肉，做伙包起来再吹，所以它吹完之后，你看它的油光
它可以遍布在每一颗糯米里面，真的是非常好吃哦。只要食过里长的粽，拢学落到会得志，保证外口绝对买无。连总统赖清德嘛非常介意食，因此透过活动，希望互更较侪人甲北粽的传统文化甲基卡学起来，代代传传落去。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另外，嘛是迎接5日节，文南里社区为了甲居民博感情、关怀里来长辈，所以特别举办音乐响宴，除了互大家听老歌，阁有免费的抓铃。同时，阁准备1000粒的肉粽来分享，表达祝福。25号，文南里活动中心传来阵阵的帐篷，因为1000粒的肉粽已经穿好势，准备甲里民博感情，特别是关怀里来独居长辈，互因感受过节的气氛。文南里为了庆祝5日节，除了送烧肉粽的祝福，嘛要请台南市抓铃这个工会赛区来为里民免费抓铃。互大家送一个相当大心，当然当头起也是好时光集团所分享的经典老歌，互在场的长辈听甲入味。咱就准备1000粒肉粽，伫遮大家做伙品尝，佮有邀请呢，咱的视障迄个中者呢来遮免费按摩，佮有咱的迄个老歌演唱呢，咱的好时光乐团来遮唱老歌。互大家伫遮迄个娱乐。里长甲社区志工团队当年用心打造了文南里伫治安、环保甲消防拢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绩优。南区区长嘛特别前来勉励，同时争取选择天高节皇帝。因为天气特别讲变热吼，才特别要呼吁各位吼，因为在座各位拢是长辈吼，咱拢欢乐的就是讲。疫情的发生哦，对长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所以拜托各位哈，一定要做好环境卫生哦，环境卫生。文南里已经办20几档的5日节活动，明年都会当选到新的活动中心来办，嘛互大家相当期待。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桃园中立区两党社区发展协会参与八公照护站，已经迈入第3档。带领长辈涌入社区，享受在地文化，并且特别举办成果展，不止表演家己 DIY 人灵人狮，佮演出客家民间的传统技术，非常热闹佮趣味，咱做伙来看卖。奶奶们舞动起自己用环保材料 DIY 制成的舞龙跟客家梆口舞狮，在民众跟幼儿园的小朋友面前展现学习成果。中坜区龙东社区发展协会参与伯公照护站迈入第3年，带领据点长辈融入社区，享受在地老化，并特别举办成果展，让大家看见长辈们活到老学到老的活力。这些长辈所做的这个舞龙跟舞狮，这都是他们亲手做的，这些的材料都是以环保材料来做的。都是把它收集这些，来一针一线的把它缝制起来，这都是他们每个成员的这个成果，他们非常的厉害，在这个手艺上非常的精进。长辈们因为在这个多元的这个社会里面这些长辈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客语，那我们这个让他们学习这种多元的这语言。这次的成果展也特别展演客家民间传统嫁娶、斗曲、游戏经。这是龙东社区发展协会第3度举办成果展，不仅带长辈自制舞龙舞狮，协会后来还成立客家研习班队，研习客家精神、客家歌曲、客家美食制作教学等，让爷爷奶奶们都非常期待来上课，很开心，也学到很多。有就满满的收获，防止老人痴呆。每天老人家都有事做，有来这边祭典，时间还没有到，大家就想着来。来这里2年了。2年多，那你就感觉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怎么样？很好，非常的好，因为为我们的老人这样子不错，非常的好。那你有学到什么吗？
哦，学到他这里有学到打鼓啦，有什么客家话啦，什么都有学。中坜区龙东社区发展协会有感于客家传统文化逐渐有断层的现象，因此成立客家研习班队。除了带长辈们学习，也结合社区跟幼儿园，逐步将客家文化推广出去。总干事表示，明年将争取更多经费，举办更多文化活动。那我们这个研习社尽量一直在求新求变，把客家可以延续下去，这个让客家的不会去有断层的因素，所以我们也继续在做这一个动作哈，那也在继续在增加人。那来的越多，我们都很欢迎来接收，那来学习客家它的融合、它的习惯。那因为客家它有6大族群，那我们社区里面呢，目前是以海线跟海陆的为主，那当然也有其他的。明年我们会再增加更多的这个预算，然后来推广我们客家的文化。谢美英议员见证龙东社区发展协会3年来的成果，他除了密切关心协会发展，也补助据点所需的置物柜及移动式音响设备，表示每当走进发展协会，总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家乡味。今年的成果展也广邀龙福幼儿园及龙福日照中心长者共同参与，全力朝向全龄社区服务努力。记者赖伟一投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2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严重，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